觉得不太舒服。是谁想出来要在这里办试览大会的？真的有鬼怎么办啦？现在讲会太晚了啦。在基地上不要回头就没事了。这种传说骗学弟妹的，你们还真相信？那学姐怎么死？她是被杀的。屁啦！嘘，要开始了。营队学弟妹们，今年的试胆大会就在东湖大学的禁地女鬼桥举办。当天就从这里出发，听到铃声后，拿掉红布，绕湖一圈。出发。千万要记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1、2，他在干嘛？干嘛数楼梯？不是说好不要数吗？让他数，6，这样才精彩。 7、8，不可以了。 9，我要跟他说啊！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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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3，我要。 14。那叫我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阶梯上回头了？不是啊。没有啊。 试一下声音。1、2、3、4。在大学校园里，学生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灵异事件，像是文华大学的鬼电梯、台大翠月湖、成大力行校区，而东湖大学创校62年，灵异传说更是不断。 其中，这个学校最知名的恐怖禁区就是女鬼桥。原先这座桥为了学生方便才兴建，建造当初并没有名字。后来有一个说法，是一位女同学被学长抛弃，一直到午夜12点，最后受不了，跳湖自尽。从此阶梯到了午夜12点，就会突然多出一阶。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，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正好是闰年。 而4年前的今天流出的女鬼桥试胆大会宣传影片，最后出现一个白影，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传说中的女鬼。而最恐怖的是，片中5位学生集体死亡，尸体诡异地散布在校园各处。这起原本应该轰动全台的死亡案件，最后却无人追踪。究竟是因为校方施压，所以警察吃案？ 还是女鬼作怪造成集体自杀，就让我来找出答案。
据说东湖大学的女鬼桥在午夜12点，原本13层的阶梯会多出一阶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女鬼可能就在你身后。今天是事发当日的2月28日，我们现在白天检验楼梯有几阶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哎，对不起，再一个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主播当然好好的，怎么会被调来做这个？不要说了，反正凌晨的新闻没人看又没营养，这个至少真实啊，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。所以你觉得传说是真的吗？什么女鬼杀人？什么传说都有真实的部分，永远不要相信事情的表面。我一定会挖出一点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会做回主播台的。为了活下去的代价还真大。这里 ，OK 吗？等一下。准备好就来啊！5、4、3、2。我们来看看松哥跟石头道具准备的怎么样了吧？哎，你就不能接一间比较正常的教室吗？就我自己系上，我才有钥匙啊。这么多人头看着你，你舒服吗？其实我还蛮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品是怎么样啊！来，这好哟，这该不会是灵异现象吧？领你个头啦！这是要重做的现象啊！我要去拍别人了，你们就慢慢打情骂俏吧。哎，你们访问我哎，谁要访问你啊？哎，不然你访问他好啦。我不要啦！烦哎！啦！忘了开直播了。学弟妹们，我是你们学生会研一的学姐新桥，明天就是试胆大会喽。我们先来去看看队长跟执行官在做什么吧。走。还是我们换个地方办试胆大会啊！我真的觉得在女鬼桥办会出事。你上次开会你又不讲。是啊，可以临时动议啊。当然不行，你知道我们这次营队报名人数超少，而且之前文化办的联合试胆大会人有够多，我们会比他们晚办，当然要比他们还要多人。你是猪脑是不是啊？安全最重要啦。啊，你那时候不讲，都准备好了耶。你法律系塔卡是呆赛日式啊。哦，安全，你看他很凶哎。哎呦，这是本届的队长孟博汝，大家都叫她三女。嗨，你现在干嘛？记得全同学，你完全状况外，直播了，哦，那我要讲什么？不要欺负她啦。那你帮她讲啊。我帮他讲。这位呢是大传系大3的阿全学长，也是今年的执行官。他有一个兴趣啊，就是吓学妹，所以才要办什么试胆大会在女鬼桥。地方不是我选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谁讲要选那鬼地方？不是我。不是啊，我记得是。哎呦，这种事就没必要讨论了啦。我们先来去看看网上的东西准备好了没？走。不是啊，我就好奇地点到底是谁决定的啊？你真的很吵哎。鬼真的会出来啦，很可怕。哪里可怕了？你才可怕，我还最可怕，好不好？我可怕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哎，不要拍了啦！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不能好好谈谈吗？该说的都说啦，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嘛。你还是不跟我复合是不是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你们在干嘛？没事啊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那你就去死！刚说好不露脸的，先别拍。就这么点钱，别害我丢工作。不好意思，没再拍了。你们记者很鲁哎，确定不会曝光哦？我保证，你可以说了。
之前的确是有学生集体出意外，都在很奇怪的地方自杀了。 5个人都在不同地方吗？这只是对外说法。很邪门的是，他们全都是溺死的。出事的桥跟宿舍，学校早就封锁了。加西琳娜就是不信邪啊。怎么样？恐怖吧？好了，等一下你就披上这个，躲在树后面，等我 Q 你，你就冲出来。为什么不是我 Q， 然后你穿啊？因为你长比较恐怖啊。哇靠！我恐怖，你才恐怖吧？鬼都会被你吓到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不要生气啦。我要是变鬼了，我一定第一个回来抓你啦！我直接先把你做成鬼票。小林点，你真打啊你！你们好了没啦？差不多就去拍别人喽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快啦，动作快一点啦！在干嘛？开始直播了吗？没有啦，我试一下光线 O 不 OK。那画面就交给你们2个大船的喽。哎，我等一下这台先拍花絮，你赶快做好，你不做好我怎么拍？我不要做啦！啊，赶快坐下啦，大家都在这里，不要怕，有事我会保护你啊。时间差不多喽，我要开始直播喽。后面准备好了没？不是你们坐在这边，每个人都给我说风凉话。那你不是自贡系的，怎么会怕鬼？我跟你说，根据量子力学，鬼是存在的啦。我们3个文科听不懂在攻三小。哎，这干嘛？拿着。妈的，干嘛蒙眼呐？现在是要整我还是整学弟妹啊？要拍就认真拍嘛。等一下流程你还记得吧？不知道了。我们会从桥上直播下来，拉椅子后的铃铛 Q 你，你就拿掉红布往桥上走。记得不要数阶梯哦。等一下拍完全部回414集合。怎么那么久？是要开始了没啦？不要闹了！营队的学弟妹们，今年的试胆大会就在东湖大学的禁地女鬼桥举办。当天就从这里出发，听到铃声后，拿掉红布，绕湖1圈。出发。千万要记得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1、2、3、4。他在干嘛？有人叫数阶梯吗？那说好不要数的吗？让他数，这样才精彩。不可以了，不要，不要再数了，不要，不要数，不要。真的有时间。谁弄的？我们不就都在这吗？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我要了。
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阶梯上回头了？应该不算。不是吧？这样是你们弄的吗？想整我啊？吓死你们几个王八蛋！什么意思啊？刚应该不算回头吧？算了，相机自己收。Hey Siri. Hey Siri. 怎么了？荧幕调到最亮。好的，已经是最亮的亮度了。怎么变暗了？Hey Siri， 荧幕调到最亮。Hey Siri， 荧幕调到最亮。Siri， 帮我开手电筒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有人。不是我哦。不是啊，那我们刚才跑什么啊？啊，不就看到大家跑，我们就跟着跑吗？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嘛？你冷静好不好？不是说有事回宿舍吗？走了，我们先回宿舍啊。文耀都没有回我讯息，要不要去找他啊？刚是你跟我要在搞鬼，对不对？没有证据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吼！我闻到犯罪的味道。你是怎样，法官还是灵媒？找到你犯罪证据。哎，哼！那这样，犯罪事实又回到我手上了。白痴你！放我下来，不要被看到。看到就公开啊。可是我跟你只是玩玩。哎，你这样讲话太伤人了吧？我是为你好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啦。而且，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你又不好处理。你不用担心这个。是我自己分手没处理好，对不起。哼啊！只要可以在一起就很幸福了啦。有你我才幸福啊！
有，跟你去找文耀啊。他真的都不回我讯息。哎，鸡蛋跑哪了？啊，每次在女鬼桥弄什么施展大会。我等一下去唱歌哦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明早有活动哎。不懂学校为什么只借我们废弃宿舍，很恐怖哎。不用怕啦，我很快就会回来保护你了。好啦，我先上厕所，你等等再走哦。免惊啦。观看人数破万嘞！怎么这么多人？这留言怎么回事啊？连宣传影片都放鬼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。是我手机脏了。是文耀吗？不是，他们问我们找到文耀了没？他到现在还没有回寝室，应该是吧。这么晚是要去哪？哎，你唯一的朋友就在这，你现在在跟谁传讯息啊？咔称啊，我朋友很多，好不好？那你干嘛跟我来念动物？明明就可以念国北教特教系。喂，哦，还我啦！就是你在跟松哥传就好啦。我只是想说，他怎么去那么久，问一下而已啦。哦，干嘛？你们两个有鬼哦！女鬼教才有鬼啦。谁啊？松哥？谁啊？你去看一下啦。没事啦，风吹了。喂。哦，会不会晚点哦？好好，嗯。啊，石头，原来石头还是会担心我。砰！5万。不用选啦，都一样臭。这里有人啊，听不懂是不是？
你是谁。东湖大学的营队很给力耶，超级下重本，连宣传影片都放鬼。后面有白影，快逃啊！这些是那天直播后网友的留言，看得出来大家对女鬼桥的传说众说纷纭，讨论得非常热烈。好了，卡。开这干嘛？之后音色不就好？B 组传来的影片，他们不是去拍法师吗？法师，请问2016年的意外跟女鬼桥有啥物关联？
叫下往施魂，桥顶也高铁，论年旧生死，永世不超生。因新年的悲剧，恐惊一再发生啊！哼，有人在桥顶，今日桥顶煞气相当，一定会各死五个，莫去紧走。难道女鬼桥的传说是真的？我再看一下直播画面，不是15个学生了，都转移发生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什么。往回倒一下。你看。刚叫收相机也没收。我要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哪里都没见到他，真是见鬼了！哎，你不要乱讲话啦！干嘛？不要那么迷信啦！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，好不好？不要铁齿。所以你真的相信女鬼桥的传说？那你还来这边办试胆大会？有没有同意？那是谁说要来的？我是觉得文耀一定回去了。他如果回去会传个讯息来吧？打给他啊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要不要去校警室看一下监视器？好。快进来，不要被看到了。我不知道档案有没有毁损哦。2012年前的硬碟都不在了，你们自己找，最好快一点。原始艺术。2013、2014、2016这个2月228，哎，找到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应该就是出意外那5个人。哎，这是他们回宿舍的影像。你查一下他们住几号房？哦。喂，资料送到了吗 ？OK， 好，我钱去拿。哎，我先扣档案，你帮我去校门口拿个东西。哦。好。
没人在，应该是去巡逻了。不然我们自己看一下监视荧幕。这样是犯罪行为哎。你帮我把风啊！我干嘛当你共犯啦？不然我们又不知道校警什么时候回来。如果要怎么样的话，我们这样不是算过失杀人？过失杀人嘞，怎么讲？不然你怎么会被我骗？谁骗谁还不知道啊？松哥还没接电话吗？这都不通啊！哦，小姐，你可不要再走来走去啊！那你陪我去上厕所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走啦。哎，看这边。又怎样啊？平常都是我害怕啊，现在轮到你了吧？求我啊！随便啦，快点快点！哎，你干嘛走那边啊？厕所在那里。啊，松哥在那，我不想去了。你以后不要干脆用跑的。不行，太快会漏。最后就是这样。不要笑，笑得更惨。石头，你快点啦！自己想上还在那边装。哎，你没事拍了吧？石头，石头。你怎么从外面进来？你不是在上厕所？没有啊，你上来了。怎样啊？里面有人。你干嘛？我去确认一下，不然我们谁敢睡这边啊？不要啦！哎呦！你做人真的不要那么白目哦！去找你的松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啦！怎么那么脏？金乔，金乔，你等我啦！金乔，金乔。校园鬼故事吧？文华大学大人馆是不是有多鬼故事啊？文华大学大人馆是一个倒八卦的建筑，相当的巨异。最有名的就是鬼电梯。啊，鬼电梯耶！是的，有个教官去现场看，本来按到1楼的，但是电梯没有停，就一直往下走，再也没有上来过。文化大学故事好恐怖哦！其实女鬼桥真实故事更恐怖。女鬼桥传说到底是怎样啊？不是说是跳湖自杀的吗？根本不是，那是误传。所以是怎样？
有一年，有一个女学生跟她的男朋友决定要私奔，相约在桥上。女学生一直等到午夜12点，男朋友还是没有出现。这时阶梯上出现一个人，向她招手。就在她走上第13阶的时候，突然被5个人拖进树林里面轮抱，无论她怎么挣扎求饶，对方都不肯放过她，最后还被压进水里溺死。从此以后，12点整，桥上13阶阶梯多出1阶，这时千万不要回头，一回头，女鬼就在你眼前。你很贱呢！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你如果像学姐男朋友一样变心的话，我才不会在桥上等你。不要等我哦，要早点去投胎比较实在。完蛋了，掐死你！多谢。有，那里好像有人。没有啊。有啊，就在。奇怪，你没看到吗？他的头在动啊。什么头？有一个东西。你干嘛？我刚刚有看到。可是这个时间没有别人啊，一定是我要。我们去美容教室看一下，走。走。等了这么久来洗脚，是我刚才太过分吗？秦乔，你在等我啊！松哥，是你吗？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你出来！本药到底在搞什么？知道其他人到底在干嘛？阿全，这里是 B1。啊？刚不是在4楼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直上不去？三绿，你怎么了？刚刚里面真的有东西啊！没有啊。你干嘛不相信我？我没有啊，你不要怕嘛，有事我会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我去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们先找到文耀就回去，好不好？走。
这里是414寝室，案发当时有5位学生在这边过夜。怎么了？好不舒服，有个味道。臭石头。一定要这么白目就对了。你要干嘛？
我们要回蒙教是干嘛？我要，我不要进去。要不然你在这边等我去开灯，我去看一下。那我不开，我去后面看看有没有其他开关。你快点。没有。不要，阿全，我要。三女。我要，你要去哪？阿全，你在哪里？阿全，你赶快出来，阿全！阿全，你不要闹！阿全，你在那边对不对？阿全，你不要闹，不好笑。
觉得很奇怪吗？我都走那么久了。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死定了！我们死定了！没事的，一定会有办法下去的。石雨晴，振作一点，我会保护你。我们根本就不该玩这个游戏的，我们一定逃不了的，逃不了。石头，快起来！这边可以。来这里干嘛？这里是发生事故的营队办公室。你看一下有什么，我对一下资料。已经过4年了，你觉得还会有什么线索？你先到处找一下。哦。警方笔录你是怎么弄到的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阿等，你拍一下这个。哦。李文耀，陈尸在桥下溺死。孟博汝，校园角落也是溺死。郑林恩、李天明也是溺死，只有赵新桥是失踪。怎么都溺死在这么不合理的地方？哎，看这边，有6个人。我再重放一次，笔录上不是只有5个学生？就是这里。当天原来有6个人，警方的档案只有5个人，新闻资料也是5个人，第6个人嘞？
不要靠近我。跟我走。先走，走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往女鬼桥方向？走，三驴，我们走。三驴，三驴。为什么会到这里？石头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对不起。人呢？不是要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？想说应该看一下这些，是这几年营队干部的合照。然后呢？
传说比对一下，应该就知道消失的第6个人是谁了吧？奇怪。孟婆乳、黎文耀、李天明、郑林恩，赵新桥，照片里只有赵新桥是同一个人。孟婆如、黎文耀这些人怎么不在合照里啊？其他没看过5个人是谁？这是2012年的照片。可是我们调查的是2016年啊，我们一定有漏掉什么。你的意思是2012年也发生了什么？女鬼桥试胆大会不是2016年才出事的吗？发生意外以后就停办啦。我记得 BBS 有篇奇怪的文章，你要不要找一下？死了5个人在桥上。消息都被封锁了，新闻都封锁，新闻没有被封锁啊。这是2012年的文。所以2012年的今天，也在桥上办过试胆大会。就慢慢打情骂俏吧。哎，你们访问我哎？谁要访问你啊？哎，不然你访问他好啦。小技术啊！喂，哎，你们在哪啊？忘了开直播了。学弟妹们，我是你们学生会研一的学姐新桥，明天就是试胆大会喽。我们先来去看看营队的队长跟执行官准备好了没？走。差不多我就去派别人喽。好了，我再调整一下。哎，快点弄啦，做一半。在干嘛？没有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快来吧。赶快哦，要12点了。哎，你们也快点啦！好。开始直播了吗？没有啦，我试一下光线 O 不 OK。后面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不是你们坐在这边，每个人都给我说风凉话。那你不是公系的，怎么会怕鬼？2012的学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赵新强，4年之后他参加了这个活动，又死了4个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经历过什么样的事，才会再回来一次？这一定有什么关联性？求你放过我，为什么他可以？你还是不肯跟我复合，是不是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要闹了啦！你们在干嘛？没事啊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你就去死！记得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千万不要回头。他在干嘛？不是说不要数了吗？跟他数，这样才精彩啊！我们刚刚是不是回头了？
为什么你选他不是？我们的事情跟三女无关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搞鬼，对吧？让他死，给过你机会。我以为你可以照顾我的。我是想保护你啊，但我们真的不适合嘛！我求你能不能放过我，放过三女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不要杀三女！你就那么怕死吗？文耀他们也都是被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不要杀我，你要我怎样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试过吗？不该解开桥的封印，想死都没办法。但我想活下去啊！不要再说了。活下去也没有比较好。4年来，我每天一闭上眼，就看到他们5个人的脸。你确定能活下去吗？在这一定有办法的。
你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往我的头砸下去，今天一定要死5个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让我下去很简单的。你敢为了我下去杀人吗？快啊！我就给我下来！这是孟婆鲁兆星球李文耀。2016年的合照到底在哪？你那边有查到什么吗？这边没有什么资料。会不会是更早？多早？女鬼桥传说有多久？3、40年了吧。喂。要拍模拟画面的人到了，我去桥上准备。你有必要12点拍模拟画面吗？你不是喜欢真实吗？今天刚好是4年前的同一天。12月29，难道闰2月这天都会有事发生？糟了，阿德会在桥上。活下来是很辛苦的，没死好过。要活下去，今天就要死5个人。网络上说这座桥真的死过人呢，那是假新闻吧？但学长姐有说这座桥闹鬼的事情是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相信哦？管他那么多，有钱赚就好了。同学，要。我等一下需要你们走上阶梯，数阶梯，然后回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准备。5、4、3、2。
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打破这个轮回。